《華爾街日報》報導 ，iPhone 5嘅需求咧比預期嘅弱，咁當中更加引用咗內部人士話，蘋果公司已經將 iPhone 5各種零件訂單大減。咁市場即時揣測，蘋果係咪短期內再推出新產品呢？今日我係請嚟商智謀略資深科技顧問 Andrew 黃佩成上嚟同大家傾下㗎。咁 Andrew 你好，蔡生你好。嗱 ，iPhone 5咧推出之後咧，不斷都有消息話銷情唔係咁理想㗎。咁加上股價繼續下跌啦，有傳公司短期內會推出新產品救亡。咁對於呢啲嘅傳聞咧，你有咩睇法咧？係咁喺呢個傳聞當中咧，就喺3月中咧，蘋果咧會發表第5代嘅 iPad 啦，個大嗰部 iPad 啦。另外咧 ，iPad Mini 都會有第2代嘅。咁 iPad 5咧，傳聞咧就會比iPad 4更加薄啦，同埋會更加輕啦。咁新嘅一代嘅 iPad 第5代咧都會用上 A6X 嘅處理器嘅喎。咁呢個處理器咧會令到新嘅 iPad 咧又慳電嘅速度又快啦。咁另一方面佢個 Lightning 嘅晶片咧，個成本都會降低咗啦，咁都會利好呢部 iPad 5啦，同埋都記憶體方面16GB、32GB、64GB都係冇變啦。咁至於話 iPad Mini 咧，同而家個規格咧大致係一樣嘅，螢幕都係7.9寸啦，但係零件組方面咧就會用一啲更快嘅速度嘅零件啦。咁你話 Retina Display 咧，暫時都未決定究竟會唔會用嘅，但係可以肯定一樣嘢就係話佢個解像度會提升緊嘅。咁你話至於年中咧就會有一部第6代嘅iPhone 6啦，咁預期會暑假出現啦，咁顏色好似都會有唔同嘅顏色可以選擇嘅喎。咁另外咧近呢幾星期都傳聞會有一部 iPhone 嘅 Mini 一個細版啦，喺台灣嘅消息嘅流出嚟啦，就係話呢部 iPhone 5嘅細機咧主要針對一個呢個中國啊同埋啲新興市場嘅，但係呢幾樣嘢咧蘋果咧啱都一否認咗唔存在。嗱，頭先你講到 iPad 5啦、iPad Mini 同 iPhone 6啦，其實咁多個邊一個可信性最高啊？咁你話 iPad 第5代或者 iPad Mini 第2代喺3月推出咧，其實都唔係出奇嘅事。但係你話 iPhone Mini 咧，我覺得個可能性比較低，因為你始終咧低價市場嘅手機咧，唔係蘋果一貫嘅策略。就算 Steve Jobs 在身咧，都唔會帶入呢個市場嘅。所以我相信咧，iPad Mini 咧純粹係可能蘋果拋出嚟喺台灣度，純粹係一啲產品嘅quotation 啊，俾啲零件組咁樣嘅啫。其實估計咧，蘋果今年咧會有咩策略咧？定係或者佢哋已經做緊對策進行救亡㗎啦？嗱，其實你睇翻 iPhone 5推出嘅時候咧，佢有1-2個月時間咧，個貨源都短缺咗，喺個供應鏈出現問題。因為咧都傳聞啦，其實蘋果咧一路咧想擺脱三星咧，就去三星化啦。無論喺記憶體啦、處理器啦、零件組咧，都唔用三星嘅。改由譬如話你顯示器用翻 LG 啊或者 Sharp 啊呢啲即係非三星或者日本系嘅公司啦，記憶體都要改用東芝啊呢啲啦。咁你見到咧，其實佢好明顯一樣嘢，佢就唔想幫自己嘅對手啦。始終你同你嘅對手訂一啲產品嘅時候，對方好輕易可以知道你個產品嘅規格個發展係點樣嘅。咁另一樣嘢就係話，上一集都有提到，就係一個新嘅 iPad 嘅專利啦，喺上個月申請㗎啦。咁呢個 iPad 嘅專利究竟會唔會喺新嘅 iPad 度落實咧？同埋喺年中個 iPhone 5落實咧，都幾關鍵下。因為新嘅筆咧，始終對於過往啲人覺得可能蘋果係嘅嘢太悶啊，冇乜新鮮感咧，會帶有一個衝擊喺度啦。咁如果你睇翻過去呢1-2個月咧，阿 Tim Cook 咧佢都頻去中國咧拜訪啲手機嘅電信公司啦。我相信估計咧，其實佢想加大喺國內個市場啦，因為始終中國咧而家喺蘋果嘅業績入邊咧，都佔15% 嘅營收喺度嘅，而且仲係未增長到盡頭嘅。所以如果同國內嘅關係好啲嘅時候，都可以幫助佢呢個營業嗰度咯。咁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已經唔係喺個科技嘅層面，喺一個專利戰嘅層面啦。因為早前咧三星咧都輸咗一個官司俾蘋果啦，就係關於喺佢個 Galaxy 嘅手機度用咗啲蘋果嘅手機嘅技術啦。咁呢個裁定係判咗三星輸嘅。咁嚟緊3月14號咧，咁三星咧會再挑戰翻上訴呢樣嘢啦。咁如果你話最後嘅判決都係三星輸嘅話咧，即係意味你Galaxy一系列嘅產品咧，可能唔可以喺美國賣喎，因為美國都係一個重要嘅市場嚟嘅喎。咁變相嚟講咧，對於三星嚟講都係一個重大嘅打擊，係幫咗蘋果嘅。嗱，其實
2013年咧財政年度第一季嘅業績咧，其實你預計咧會唔會係蘋果前景嘅轉折點咧？咁個轉折點都要睇翻聖誕假期個銷售嗰度啦。咁有一個蘋果嘅觀察家啦，喺一個叫 Business Insider 嘅雜誌上面發表咧對蘋果2013年第一季嘅財政嘅分析啦。咁佢嘅諗法咧都唔係太悲觀啊。譬如話佢估計蘋果營收有531億啦，比起蘋果自己估計嘅520億美金高啦，而毛利率咧都升咗接近2%喎。所以你睇翻觀察家嘅預期又唔係太差喎。當然你話一季嘅業績唔能夠反映到啲乜嘢嚟嘅，咁你始終下半年仲有好多變化嘅。始終你一間悠久嘅科技公司，加上蘋果佢本身個品牌 Steve Jobs 佔嘅元素都係非常之大底下咧，咁你都好多變數喺入邊啦，加上iPhone 啊 iPod 啲產品都發展咗相繼都6年11年啦，佢已經過咗一個100% 嘅增長期，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如果蘋果能夠加快個產品嘅周期啊、升級個規格啊，或者有一啲創新嘅，譬如 iPad 呢啲嘢能落實喺個產品度咧，都未必唔會扭轉到嗰個受歡迎程度。今集唔該晒 Andrew 同大家嘅分析，時間差唔多啦，下集再見。